抒情的弹民谣的吉他的，就旁边的车都很顺，但是刚好放低音的时候，每个车都在堵。他们在看为什么穿原住民衣服还在放低音这种。没有看到我的车，我怕他们安全的那样骑过去的时候，这边怎么会放低音，然后穿原住民的衣服？哦，传统就是永远的时尚，好吗？赞啊！掌声鼓励一下。好，还没有介绍我们的服装哦。大家会很好奇啊，为什么阿美族男生穿短裙？我们男生穿短裙，女生穿长裙。然后老人家觉得短裙会比较健美。工作也比较方便，然后以前的传统服饰，然后这一套是礼服，所以除了短裙以外，上面还有很多的刺绣，然后阿美族还有很特殊的服装的那个特色，就是我们很喜欢束腰，有这个腰带，男生女生都有，就是属于男生的马甲，对不对？因为腰束起来啊，工作才有力气，唱歌才有精神，跳舞才有精神，所以都会有这个束腰的腰带。然后这里面最特殊大概就是这个吧，我们讲阿乌布，他们就讲阿乌布，也是大家俗称的情人带。就当年轻的男生成年之后啊，他服饰上面才会有这个配件啊。那情人带是用来交往用的，怎么交往？就是因为阿美族是母系社会啊，所以在唱歌跳舞的时候，男生在围圈圈的时候啊，女生会在外围看他喜欢的男生，如果他喜欢的话，他会拉他的情人带。我们可以看，就是女追男的意思，你懂吗？对，我们不流行小三人啊，因为大家女追男啊，然后有可能的话还会放信物，就是槟榔。槟榔，但现在比较科技了哦，槟榔上面直接刻电话号码，对，还是跟着时代走嘛，那习惯没有变，然后就年轻人有越来越多的创意啊，然后其中就是有些男生可能没有很多女生欣赏，他也会很沮丧，没有人来拉他的情人带啊，现在已经发展到就是因为要人家来拉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就上面就绑钞票。然后如果女生要钱的话，拉扯了把他钞票扯掉的时候，他会说哦你喜欢我呀，类似，蛮苦手的，因为不知道现在也是年轻人在想什么，老人家可能有不到。不过这样的习俗啊，其实现在交往很不一样啊，现在时代男女生交往的感情，我觉得要更稳定一点，不要再大家都不敢生孩子，然后到处都是离婚啊，我觉得怎么会这样啊？用心交往，不要离婚，好好生孩子，好吧？我们年轻人要这样，我们的人类才会永续发展。真的要好好教育这样，不要都是离婚，然后都没有生孩子，好可怜。好，给司令掌声鼓励一下吧，讲得很有道理。好，最后一首歌了。